好多朋友問我塔羅牌可唔可以占卜健康或者財運呢？尤其香港人壓力大，想知道身體有冇隱憂或者財運幾時轉好。我好明白呢種焦慮，因為我自己2003年起步時都試過用塔羅占卜嚟平衡工作壓力，發現佢幫到我嘅唔係預測準唔準，而係可以提醒我改變心態，迎接更好嘅未來。我教咗22年，塔羅最叻嘅係能量狀態同趨勢，唔係醫療診斷或者正確嘅數字預測。例如健康占卜，我抽到星星牌就象徵你要提醒自己抱住希望同樂觀，身心互相影響，心情好咗自然就健康。如果係財運呢？抽到錢幣一正位，代表你可能喺工作或金錢上嚟緊有新開始，例如投資理財、生意等等，開始嘅運勢都有唔錯嘅發展。留意嘅係，如果問卜者可能有病，透過塔羅嚟確認先去睇醫生或者檢查。將來如果因為占卜結果而冇及時睇醫生或者檢查，導致病情加重帶嚟嘅風險，我哋真係孭唔起。所以遇到有人問你健康，記得要提醒佢唔好因為占卜結果而唔去做檢查或者睇醫生，否則你寧願唔好幫佢占卜。至於財運嘅話，其實塔羅更加擅長睇事業，即係正財。關於橫財運嘅話咧，應該係命理，例如八字、紫微斗數等等比較適合。清楚以上嘅守則，我哋就可以做到一個專業嘅塔羅占卜師。塔羅占卜主要都係幫人注意而家嘅心態同問題狀況，佢哋如果調整咗就可以改善未來嘅情況啦。你有冇試過用塔羅睇健康或者財運呢？留言分享你嘅經驗啦，留言最有共鳴，追蹤我嘅專業 inbox 我，仲可以獲得免費自學塔羅電子書。如果報名實體課塔羅工作坊，每位150蚊就可以體驗完整嘅占卜，同埋點樣唔使記牌義就可以做到好準嘅占卜啦。快啲 WhatsApp 我哋51164824或者66327332，或者直接報名塔羅課程 Level 1，名額有限，提供限時早鳥優惠，完成3個 level 同功課，仲可以獲取證書。上堂見，歡迎追蹤香港專業塔羅協會會長 Manny 嘅 IG，獲得最新塔羅學習知識。